美國國務院話，一名未有透露姓名嘅美國官員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嘅批評言論不恰當，並且事與願違。美國國務院喺星期三嘅呢番表態係由於之前在線出版嘅大西洋月刊雜誌引述一名美國官員使用不禮貌嘅語言，因為以色列嘅定居點問題而將內塔尼亞胡總理稱作做懦夫。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沙奇話，好明顯，美國政府認為為咗向前推進，雙方以恰當同尊重嘅態度解決任何可能出現嘅問題，而唔係通過人身攻擊嘅方式，最符合雙方利益。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話，美國官員對佢嘅個人攻擊係佢保衛以色列以及以色列國家安全利益所產生嘅後果。聯合國喺星期三舉行緊急會議，討論以色列計劃喺東耶路撒冷修建1000個新定居住宅而引發嘅緊張局勢。美國一再呼籲以色列喺擴大定居點嘅問題上保持克制，話呢個係實現和平嘅障礙。內塔尼亞胡話喺會危害以色列國家利益嘅問題上，佢唔準備讓步。